即摆时代有愈来愈侪人会看网络顶的新闻，不过这新闻的来源大部分是使用传统媒体的，来源毋但方便，阁会当有网络广告的利润。不过这嘛，互传统媒体经营是愈来愈困难。今仔日三大报纸头版下骹，拢会当看到台北市报业工会，也阁有几啊间媒体共同发声明，呼吁议价仲裁依法都要赶紧伫咧一定的期限内完成。伫咧网络顶搜寻关键字跳出来，除了电子新闻媒体以外，还有大型数位平台，这已经是大部分的民众看新闻的方式。不过，这种数位平台靠着新闻搜索结果出现的广告，赚广告费，实际产值来源所无得到点击的收益，和传统媒体经营愈来愈困难。伫2022年，国内就几多位学者提出，新闻媒体加数位平台强制议价法草案。哪些平台要适用这个草案，是要数发部来指定。那数发部只会去指定，这个协议谈得不够，对台湾这个新闻业这个贡献不够。跨国的数位平台，正像是 Google 或者是 Meta， 因本身并无删减内容，不过是采用传播或者是部分转载方式，大量使用新闻媒体报道的内容，这嘛正多是伫发现新的会期。伫今仔日三大报的头版倒屏下骹，拢会人看到台北市报业工会、中华民国卫星广播工会，还有几多间电视媒体发共同声明，呼吁议价仲裁依法应该赶紧伫一定期限内完成。像法国、澳洲，正早就甲数位平台讨论，未保护新闻业的权益。The announcement by Meta today is an abrogation of responsibility to Australia's news media sector. Australian journalists provid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ublic goods in our democracy. 澳洲政府2021年就先制定新闻媒体议价法，强迫大型领头的数位平台甲新闻媒体达成授权协议。迄当阵Meta甲澳洲媒体大部分的协议拢是3年的时间爱付费。不过今年初Meta讲被停止继续付钱给澳洲新闻出版商，澳洲政府就正生气，骂因背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